继续来看台中一间幼稚园的教保员，和家长来指控涉嫌虐待着囡仔，至少有6个小朋友来受害。讲这个监视器有翕到，这个教保员把囡仔装起来，大力去弄椅啊，若无听话，佫会甲关起来，用链带来绑囡仔的手。已经有6个家长报警要来告，涉案的教保员已经向停职，教育局嘛介入调查。 幼稚园的教保员举落来，将这个查某囡仔抱起来，用面去弄椅啊！家长看到这个画面，有够唔甘。是3岁、4岁，你可以用这么大力的状况来这样对小孩子，这样会不会对小孩子的身体、心理造成伤害？ 这个教保员伫台中乌日区一间幼稚园上班，伊和6个家长指控讲，上无有6个囡仔，敢若互伊口毒造成身心严重伤害。孩子提到学校有小黑屋，老师会把他们关进去，吓唬我的孩子，说里面有魔鬼怪物。 家长发现讲，囡仔转去了后，身心拢无啥正常，毋若惊暗，毋敢家己去便所，情绪变化也真大，身躯冒乌青，甚至有查某囡仔毋敢穿裙去上课。 那么热的天气，孩子要穿长裤去上学，才从其他的孩子那边得知说，穿长裤去上学被老师打比较不会痛。家长指控讲，教保员用夹带将囡仔的双手绑掉咧，互因食饭时袂输敢若狗仔共款趴咧食，有的是伫壁角伫食。针对这的指控，园方已经对家长寄存证信函。因为他就违反儿少法嘛、个资法嘛，那个影片我自己交给教育局啦，我也没有说参责。 这个教保员已经和园方停职，教育局组成专案小组扩大去调其他的监视器的画面。也有家长认为讲，还有其他已经被解职的教保员嘛可能涉案，除了报警提出告诉，由检警来调查，嘛希望讲园方唔通去为这个无责任的教保员，以免有更较侪囡仔受害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